各位香港嘅中小企老闆，有冇諗過，客戶每日都用緊嘅 WhatsApp，除咗用嚟溝通，其實可以成為你強大嘅銷售同客服工具？今日就等我帶你深入了解專為企業而設嘅 WhatsApp Business API， 如何幫你輕鬆咁樣實現線上線下整合營銷，業績倍增。首先，我要同大家清晰一個概念， WhatsApp 其實係有3個版本嘅。第一，係我哋日常用嘅個人版本，係免費嘅，但係只適合同朋友或者屋企人傾偈。第二係 WhatsApp Business， 同樣係免費，適合個體戶老闆用手機建立簡單嘅企業檔案，回覆客人查詢。至於聊天機械人係用唔到嘅。而第三個 WhatsApp Business API， 佢係專為認真發展業務嘅企業而設嘅系統升級方案。最大嘅分別係，除咗可以令你批量咁樣發送促銷嘅信息，支援多個員工同時登入一個賬戶之外，仲有商店購物同埋即時付款嘅功能。仲有就係可以俾你嘅客戶感覺到你公司嘅專業、有規模同埋可信性，係直接同我哋生意掛鈎嘅一個工具嚟㗎。而家我就為你演示下唔同功能嘅好處啦。首先介紹行銷功能方面，第一就係 WhatsApp 內置嘅商店同付款。當申請咗 WhatsApp API 之後，就可以佈置你嘅 WhatsApp 商店啦。商店嘅位置喺你 WhatsApp 右上角店鋪標誌入邊，撳入去就可以即刻瀏覽到你嘅熱門產品、服務、療程項目。客戶冇需要去離開 WhatsApp 嘅對話框架，就可以揀選到心水嘅貨品，並且安全咁樣完成付款。成個過程都一氣呵成，極大減少咗因為跳轉 App 或者網站而流失客戶嘅機會，真正實現到即睇即問即買嘅流暢體驗。第二就係電子優惠券，你可以透過 WhatsApp 將預先製作好嘅優惠券同埋領取優惠券嘅連結，針對唔同嘅客戶群組，配合廣播信息一次過發送出去。利用限時限量呢個心理嘅策略，有效激發到客戶嘅衝動消費，特別適合用嚟激活一啲時間都已經冇再幫襯你嘅沉睡會員，又或者吸引新客有更加大嘅衝動進行第一次消費，直接為你帶來更加多嘅銷售同埋生意機會。第三，廣播嘅發送促銷信息，有咗 API， 你就可以合規合法咁樣向所有查詢過嘅客戶一次過發送審批過嘅推廣模板信息。相比起電郵同 SMS，WhatsApp 消息嘅打開率超高，接近咗 98%， 確保你嘅優惠資訊能夠精準咁送達到客戶嘅手機，絕對唔會石沉大海㗎。每次由客戶主動發起嘅信息，喺24小時之內，商家回覆任何嘅信息都係免費嘅，而24小時之後，商家要再回覆或者主動再發送信息俾客戶算為收費嘅信息。講完銷售啦，我哋講下更加重要嘅係客戶關係嘅管理方面嘅功能。點樣將一個新嘅客變成一個忠實嘅回頭客呢？定時定候幫你穩定到生意額。關鍵在於打造一條個人化嘅銷售旅程。有實體店嘅商家可以利用一啲小甜頭吸引客戶成為你嘅 WhatsApp 會員。由客戶掃描你店入邊嘅 QR code 開始，系統就會自動發送歡迎信息同選單，引導佢哋選擇查詢產品或者預約服務等等。呢個行為唔單止可以幫你儲到大量隨機嘅 walk-in 客戶，仲可以令到本身咁啱行開先幫襯你一次嘅客戶，因為之後嘅定期跟進信息成為咗你嘅回頭客。如果冇實體店，喺你發布 Facebook 廣告嘅時候，設置 Click to WhatsApp 廣告，引流客戶到你嘅 WhatsApp 就可以啦。當客戶進入咗 WhatsApp API 系統之後，自動化嘅回覆同埋對話分流嘅功能，就可以喺24小時內無間斷咁處理常見嘅問題，例如問價錢、問地址等等基本嘅問題，我哋都可以事前設定自動回覆，等客戶可以及時得到解答，唔會因為你覆得慢而流失咗。亦都可以設計唔同嘅銷售引導流程，令到客戶體驗到自動化、個人化嘅銷售旅程。同時，多用戶協作同管理權限，令到你嘅銷售同埋客服團隊都可以同一時間登入後台，各自處理唔同嘅客戶對話，令到你可以為客戶打上標籤，例如 VIP 或者對 A 產品有興趣等等，然後指定一啲專人嘅跟進，提供貼身嘅服務。一嚟方便老闆檢查員工嘅回覆係咪正確，二嚟都方便指派唔同嘅員工跟進唔同嘅客戶，令到客戶有一種一對一嘅 VIP 服務體驗。而預約登記功能更加完美解決咗服務性行業，譬如診所、美容院、痛症、課程教學呢啲行業來回確認時間嘅麻煩，客戶即刻可以同一個界面預約埋時間，令到佢覺得更加方便，亦都減少咗員工嘅工序。最後，所有互動嘅數據都可以喺 API 嘅後台數據看板呢一度一目了然，令到你知道 WhatsApp 賬號訂閱嘅人數啦，信息嘅送達率、回覆率有幾高，從稅告中持續咁樣優化你嘅營銷策略。聽到呢度係咪都心喐喐想申請呢？申請 WhatsApp API 其實好簡單，你只需要準備好3樣文件：第一，有效嘅香港商業登記證，即係 BR；第二，貴公司嘅官方網站或者社交媒體嘅專頁；
第三，一個已經實名驗證嘅商業電話號碼。我哋團隊會全程協助你完成申請同技術整合。最後，點解要選擇我哋成為你嘅合作夥伴？因為我哋擁有17年嘅市場營銷經驗，過去為美容院、零售業、服裝業等等中小企提供營銷服務，同時亦都係全港多間連鎖百貨嘅產品供應商。我哋親身了解由擁有好嘅產品或者服務點樣成功推出市場嘅經驗。我哋明白技術只係工具，點樣將工具融入你嘅業務模式先係成功嘅關鍵。我哋提供嘅係一個結合咗豐富營銷實戰經驗同頂尖技術嘅全方位解決方案。為咗令我哋編製嘅客戶行得更前，我哋額外獨家配置咗4大功能，喺 WhatsApp API 嘅推廣同銷售功能上面更加進階同完善，比起單純擁有 WhatsApp API 系統更勝一籌。如果你已經覺得 WhatsApp API 系統好正，咁就要更加留意我哋獨家系統嘅介紹啦。即刻聯絡我哋獲取專業嘅業務示範，揾我哋做個 demo，等我哋幫你將 WhatsApp 轉型成為你最強嘅銷售武器啦。多謝你收睇。